中山想換改善豪宅，又要地段好、密度低、住得舒服嘅。今日呢個盤奇關悅來，你絕對唔好錯過。呢個樓盤坐落於三區交匯黃金地段，地理位置非常優越，實測10分鐘就可以直達利和商圈、大順商圈，日常行街、飲茶、返工、通勤超級方便。真正嘅豪宅，首先就係低密度。呢個小區容積率先2.0，對比周邊普遍3.0嘅住宅，樓距闊，完全唔會逼仄，住起身通透又舒服。成個小區係宋式園林設計，係片區名副其實嘅低密豪宅新標杆。入到小區入邊，清靜雅致，氛圍感直接拉滿，同普通小區完全兩個檔次。而且配套非常高端，自帶3進院私家會所，平時接待朋友、休閒放鬆都好合適。仲有專屬嘅泳池，泳池底仲係金箔工藝，細節質感直接拉滿。豪宅之餘，生活配套都好貼身。我哋實測量過，距離天虹超市先521米，日常買菜購物非常之便利。而家呢個戶型係升級優化版，建築面積148方，升級到而家呢度151方嘅實地板房，實際可以用到嘅面積超180方，空間利用率遠超同片區咁樣所有戶型。大家庭改善最中意呢個佈局，入門口嘅右手邊就一個套間，專屬於老人房，雙套間3個衛生間嘅設計。老人房就啱先獨立套間，嚟到呢邊就2個房，再加上一個主套。主人房獨立隱私，早晚刷牙洗面都唔使爭，一家人住得非常舒服。主人房仲做到270度嘅全景採光，全日照都通透，視野開闊，每日瞓醒就有陽光，居住質感真係好正。搭配9米超長景觀陽台，推開窗就係4季園林景色。小區仲有禪意庭院同埋榻榻米休閒區，鬧市之中都可以享受安靜寫意嘅生活。樣板間仲做埋創意改造，70方可變空間，茶室、書房、兒童房，隨便你點樣改。全部現樓實景，親眼睇摸得到，二期都喺度火熱建設緊。中山真心改善換房，呢個盤你一定要過嚟實地體驗。